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。喺中醫角度，我哋經常講一句話：通則不通，通則不通。但呢個不通嘅位置，未必就係你感受到痛嘅地方。就好似膝頭痛，按極膝頭都冇用，或者肩頸痛，按完頸第二日又痛返。其實中醫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你覺得痛嘅地方，未必係問題嘅根源。人體嘅筋骨係一個連動系統，好似一條鏈咁，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，都會影響到其他地方。中醫稱之為牽涉痛或者代償痛。舉個例如你膝頭痛，可能源頭係臀部肌肉太緊，拉扯到膝關節；肩頸痛，可能源頭係胸椎活動不良，令頸部肌肉代償出力；又或者手腕痛，好可能源頭係手肘或肩關節嘅問題。所以如果淨係醫痛嘅地方，只係暫時舒緩，但根源問題仲喺度，治標不治本。中醫有幾種方法去揾出真正嘅痛源。第一種方法係循經按壓，中醫會沿住經絡嘅路線逐點按壓，揾出最痛嘅點。中醫稱之為亞視穴。呢個點未必係你覺得痛嘅地方，而係經絡上氣血堵塞最嚴重嘅位置。第二種方法係動態檢查，中醫會叫你做一啲動作，例如舉高手，如果痛可能係肩關節問題；向後咬腰，如果痛可能係腰椎問題；轉動頸部，如果痛可能係頸椎小關節錯位。中醫會觀察你係做邊個動作時會出現痛，再去判斷邊個關節或者肌肉出現問題。第三種方法係遠端按壓。中醫有一個觀念叫上病下治，左病右治。有時按壓遠端嘅穴位，反而可以舒緩痛點嘅不適。例如腰痛可以按小腿嘅委中穴，頸痛可以按手腕嘅列缺穴。呢個正係中醫經絡理論嘅精妙之處。揾到真正嘅痛點源頭之後，中醫會點處理？第一步要鬆解源頭，中醫會用專業手法直接處理真正嘅問題位置，然後可以配合針灸疏通經絡，等氣血可以暢通無阻，唔會再積聚成痛。最後就係要配合日常嘅姿勢調整，從根本解決問題。最重要嘅係痛症並唔係淨係醫痛嘅地方，要揾出真正嘅病因先可以斷尾。如果你嘅痛症反反复复，點醫都醫唔好，可能係揾錯咗源頭。歡迎嚟寶雲中醫，幫你做一次詳細評估，揾出真正嘅痛源，對症下藥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